2024年世界核能产业报告今年伫台湾发布中文版哦，内容指出讲，目前全球新的核电机组是有减少的趋势，也毋过一寡新型、小型的核能厂 SMR 反应炉是接受到科技业者的期待。2024世界核能产业现况报告显示，全世界核电装置用量下降，几个国家减少机组动工率也下降。但是，伫目前科技界主流看法是认为，风电加太阳能恐惊无适合基载电力，因为大家即马希望的是一种新型的小型核电厂，一般叫做小型模组化反应炉，简称 SMR， 是比传统核分裂反应炉更加小反应炉。一直到2024年10月，包括微软、Google、亚马逊等公司，拢甲核能新创公司签约要买电，希望新增加的 SMR 反应炉会让甲资料中心所欠的电补起来。To the fact that these large cloud companies are increasing their emissions and through their use of fossil fuels. 另外，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，伫最近传讲将会比照美国设国总部的规模。伫台湾设海华总部，庞大用电需求，即马台湾也面临着深受法度用绿电来供应。Amount of time it takes to build a new nuclear reactor is about 10 years. And to do the preparatory work to build a new nuclear reactor can take another 5 to 10 years. Whereas if Taiwan were to build up its renewable energy capacity, that can be done on a much shorter time scale at a much lower cost. 大规模的使用再生能源，有供电不足的问题之外，那因为它本身的不稳定性，它还是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的问题。我们还是可以考虑让我们的核电厂延役。不过，立明是认为，台湾的能源转型依然伫咧进行，天然气使用量继续的增加，台湾的能源结构将会做进一步的调整，才有法度减少对进口的化石燃料的依靠。因为核能发电、非核家园加能源安全要哪平衡，依然是一个正困难的问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